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7日，诗篇119篇111节到112节安尼讲：我将你的教示最永远的产业，因为这个是我心所喜爱。我专心归向你的命令，永远尊叹，直到生命结束。三个来祈祷，你的教示做阮永远的产业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的律法完全，为互人的心神得到快乐。你的命令真实可靠，为互人得到智慧。你的诫命纯洁，为互人的目睭光明。主啊，敬畏你，佮专心倚靠你的人，会得到生命满满的欢喜佮快乐。因为阮一切稳定佮福气，拢是对你来的。阮只有全然的信靠你，才通有生命的平安。主啊，你以外，阮伫世间无所通依赖。主啊，阮将你的教示最永远的产业，因为这个是阮心所喜爱。阮专心归向你的命令，永远尊叹，直到生命结束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